新多媒 Capital 港澳牌上車頻道，現在是評論報告簡要新聞。本地去年嘅地鐵網絡可靠度整體下降。例如交通管理局發布最新嘅地鐵可靠度報告顯示，去年地鐵平均故障單計公里數由2004年嘅1898萬下跌到1861萬，也就係地鐵平均每行駛大約1861萬公里，就發生咗超過5公斤嘅用我水果。當局表示，這是因為去年比2004年多了5期用我水果。駐澳軍輸的出租條例臨時撥款措施用動多難年，到2008年12月31號。最表示，交代性單位會來繼續出租佢，最多避免租戶。當局是在那年多聲宣布，由2004年1月22號到今年12月嘅暫時上調交代性單位嘅最後應數定額。內政科技局透昨夜做了東部嘅化學、生物、輻射、核主管保障實驗室，將嚟到位運作，新設施有助強化邊境安全，在國家應對疫情方面發揮關鍵作用。這也佔地超過6000平方米嘅實驗室，位於中醫航空貨運中心，為地確改機動。公教創理學院預計將在2030年由協德里羅嘅高校址搬到東澳數碼灣區附近。立華小學大約60名學生禮拜三適向學校中央多幫提供嘅午餐後感到不適，出現胃動炎症狀。教育部視蘋果跟多年班管理局發表聯合聲明表示，大部分受影響學生昨晚已經回返校園，因為有4名學生在家休養，冇學生需要到醫院。學校已經加強食堂跟其他區域嘅清潔消毒工作。本地史實考古博物館、美術館跟文物機構推出一系列萬年奮鬥風圖，呢啲歷史博物館也主辦奮鬥星波遊戲，龍共振新文物兩奮鬥。綜藝機動集團將在來年嘅農曆新年出現高峰期，也就係下個月1號到3月8號，增加超過600趟來回中國15夜上車嘅航班服務。期間新增加嘅航班將由6家航空公司提供，分別是中國國際航空、中國東方航空、中國南方航空、東聯航空、春秋航空以及廈門航空，並喺灣華灣嘅新春花店等等。為了迎接馬年，今年嘅大型花卉店主題是春花盛開之種馬蹦頂，活動竟然去舉行到3月1號。簡要新聞報告完了。